睇談情說法，我係梁坤燕，坐喺我旁邊嘅係我哋嘅嘉賓主持盧尚斌律師。大家好。David 啊，咁近年呢一個網購咧係越嚟越流行啦，咁呢一個有關嘅騙案同埋糾紛嘅話咧，似乎亦都係越嚟越頻繁喎。係啊，咁今次咧，我哋會同大家講下關於 consumer rights 消費者嘅權益。咁我哋而家即刻去睇下，若果買咗嘢唔啱，想退又或者想換嘅話，我哋係有啲乜嘢權益？中國中央電視台最近點名批評，美國嘅蘋果公司喺中國售後服務遠遠差過發達嘅國家。佢哋成部機更換嘅保養，原來喺中國係唔換後蓋㗎。被質疑有歧視中國消費者之嫌。蘋果手機因為維修難度大，除咗鏡頭等少數零件外一般都唔作維修，而係為客戶成部機更換。央視比較咗佢哋喺南韓、澳洲同埋英美嘅售後服務，發現佢哋只係喺中國唔為顧客換手機後蓋。有售後人員仲話，更換新後蓋要俾500幾蚊人民幣。講返澳洲啦，其實咧關於保養呢一方面咧，唔同產品就有唔同嘅保養期，但係一定要咧合乎所謂一個叫 reasonable period， 即係一個合理嘅期限咯。譬如講緊一個燈膽咁講啦，合理嗰個保養期可能係幾個月。但係如果譬如某啲電子嘅產品咧，譬如電話咁講咧，就可能1年至2年嘅喎。咁好似近期嘅話，我記得澳洲嘅即係坊間有報道咧，好似蘋果嘅話，佢哋修改咗佢哋嘅保養期喎，係嘛？係啊，其實蘋果電話同埋啲產品咧，一不嬲都係12個月嘅。咁咧就有報章就係揭發咗啦，就係話佢哋好低調咁樣由12個月就變咗24個月。主要原因咧係因為可能好多嘅案例就話呢啲咁嘅電子產品合理嘅保養期咧係應該係2年嘅喎。咁我想代表廣大嘅女士問一個問題啦。咁你知女士買嘢嘅話咧，就買完之後翻屋企發現，咦，心思思好似又唔係好啱，想拎翻去換。咁換同埋退貨嘅話，又有啲乜嘢嘅規定咧？其實喺澳洲啦，大家都成日覺得即係同香港比好奇怪嘅，就係因為如果你改變你嘅主意，你隨時可以拎嗰個產品翻去換嘅喎。香港好多都唔理你㗎嘛。澳洲可以咁樣做，其實唔係話法例規定佢哋一定要咁樣做嘅喎。只係啲大啲嘅公司或者機構咧，去選擇性咁樣去俾你哋去所謂嘅 exchange 啦。其實甚至就係話，如果個產品嗰個質量有問題嘅，其實法例都唔係話要求佢哋一定要去換嘅喎。其實佢哋要求就係只係要整翻好。如果整幾次都整唔好，咁佢先至可以退貨或者去換一個新嘅。咁點樣嘅情況之下，我先至會受到呢一個權益法嘅保護咧？其實好簡單，你基本上你買任何嘢，無論係商品即係 product，或者係任何嘅 service 啊，即係一啲服務類型，咁你已經係自動受到保障㗎啦。一般嚟講，閣下唔滿意貨品或者服務，應該先向零售商或者服務供應商投訴。如果冇獲得滿意嘅解決，可以向有關部門申訴。喺維州叫維州消費者委員會 Consumer Affairs Victoria， 喺新州就叫新州公平交易廳 New South Wales Fair Trading。呢兩個部門覆蓋嘅範圍包括退貨同埋退款、保養、預付款項或者定金、產品安全、水電煤氣服務及產品。嗱，咁入鋪頭買嘢有問題，我可以行翻去鋪頭。咁若果我係上網買嘢嘅話，咁我都會有電郵啊或者電話，到時打翻電話去即係以任何嘅方式去聯絡翻呢個供應商啦。咁澳洲咧係有上門推銷呢樣嘢嘅喎。咁你知啦，打開門口咁有個人企喺前邊嗰度同你推銷，即係我就會覺得幾有壓力㗎。咁嘅情況嘅話，可以點算呢？係啊，其實好普遍。好似譬如話電費啊、煤氣費啊，或者啲互聯網啊咁樣咧，通常佢哋都中意上門推銷嘅喎。但係其實大家應該就係留意到咧，就係話如果有人真係上門咧，你哋係唔需要因為佢哋壓力而要被逼簽任何嘢嘅喎。
你可以選擇就係話唔簽啦，亦都可以選擇話譬如話我自己嘅資料啊，或者用開啲單啊，唔俾佢睇都仲得㗎喎。咁另外就係話，如果即係覺得你騷擾，你可以叫佢即刻走啦，或者同佢講就係話我冇興趣啊，或者如果真係可能有興趣，都可以要求一份合同先睇咗，揾咗法律意見先至去簽。若果我係真係話我完全唔想有呢一類型敲門嘅，咁點算咧？可以咁其實有兩個方法嘅喎。第一個方法咧就係話你可以上網即係要求一個叫 Do Not Lock 嘅一個 sticker 啦。咁連咗門口咧，咁基本上咧呢啲人咧就唔可以再嚟騷擾你。即係擺到明話唔好敲門。係啦。咁另外一個方法就係要上網咁樣將你自己嘅個人資料就係登記咗，咁咧就又係叫 Do Not Lock 嘅一個 register。咁咧所有嗰啲叫做 energy 嘅公司咧，亦都唔可以派呢啲推銷人員去騷擾你嘅喎。咁呢啲人嘅話咧，其實佢哋係咪可以咩時候都嚟得？譬如話我禮拜日嘅話喺屋企瞓緊覺嘅話，咁佢嚟敲門，咁得唔得嘅咧？咁其實唔得嘅喎，咁法例都寫得好清楚，無論係維州或者新州咧，咁基本上咧佢只可以星期一至星期五就係朝9晚6，咁啊禮拜六咧就朝9晚5，咁啊所有公眾假期包括禮拜日在內咧就係唔可以有任何嘅推銷喎。咁我有個問題，我諗好多觀眾都會想問嘅問題，譬如話我簽咗份合同，好簡單，我簽咗部手機咁樣啦。咁基於種種嘅原因，我返到屋企之後發現呢樣嘢其實唔係我想要嘅。咁我有啲咩辦法，又或者我有冇機會係可以去反悔嘅咧？咁呢啲經常都會發生啦，因為可能我推銷員嗰個口才好犀利啦，咁但係冷靜咗之後咧，就發覺咦未必有興趣喎咁樣。咁其實咧，所以澳個法例就會講就話，你一般嚟講有10日嘅 cooling off 嘅喎。咁如果嗰個推銷員咧就做一啲唔合乎法例嘅嘢咧，可能呢個 cooling off 嘅 period 咧可能會延遲到6個月添嘅喎。咁講到頭先呢一類型嘅合同嘅話，我又想問下口頭協議咁嘅話，又有咩狀況？好多人尤其是話即係唐人咧，就覺得一定任何嘅交易都係要寫合同嘅。咁但係其實唔係嘅喎，口頭協議咧喺澳洲咧都係有法律嘅效用嘅喎。咁只係個問題就係你點樣去攞啲證據去證明有冇呢個協議同埋協議內容係乜嘢咯？咁所以就係話如果你想同人譬如做一個交易咁樣講啦，我知道有時唔係好方便話下下要簽合同，可能嗰個銀碼都唔係話好大。咁但係我都會提議大家即係 minimum 啊，最少就係用一啲書面上嘅方法去即係確認翻當時大家講過啲乜嘢，用電郵就最方便最簡單。即係譬如話講完之後 send 翻個電郵俾對方，就話我頭先傾過啲乜嘢，大家決定咁樣做啦，好唔好咁樣咯咁今時今日如果打起官司上嚟咧，你任何嘅電郵啊，甚至係 WhatsApp 啊。就算譬如話text message 啊，呢啲都可以做嚟呢啲叫呈堂嘅證供嘅喎。咁我又想問下，有冇啲咩類型嘅交易咧係唔可以用口頭協議嘅咧？其實基本上咧，全部都得，除咗房產買賣啦、土地買賣啦，或者啲向呢啲 car dealer 去買車啊，或者啲特別啲上門嘅服務先至需要用合同嘅。其他所有嘅買賣咧，法例都冇規定話一定要用呢個合同嘅喎。咁跟住落嚟，我哋會公佈上一集合情合法嘅答案。咁上星期嘅問題係咁如果遇到交通意外，咁係咪無論大細都要報警呢？咁答案梗係唔係啦。咁喺新州同埋維州有以下幾種情況係必須要報警㗎。上一集嘅投票結果係80%嘅人答需要，2%嘅人答唔需要。如果你咁唔好彩，真係遇上交通意外，咁你應該清楚記低時間、地點同埋日期。如果有目擊者，可以留低佢哋嘅聯絡方式。同時可以記低意外發生嘅時候，你嘅行車速度以及當時嘅天氣狀況。如果有警員到場，警員就會進行調查。包括先向司機同埋目擊者問話。
咁之後就會寫報告。咁報告對於日後判定對錯非常之重要。任何人嘅財產受到破壞，而對方嘅業主唔在場，有人受傷或者死亡，同埋涉及到事件嘅另一個人不顧而去或者拒絕交出資料。如果唔係上述3種嘅情況，咁就自行處理都得，唔使下下要報警。但一旦有警員到場，通常都會做酒精同埋藥物測試，拒絕接受測試屬於嚴重嘅罪行。目前澳洲主要有3種嘅汽車保險，包括強制性嘅第三保、第三方財產保險同埋全保。有揸車嘅人士會比較清楚，我就唔喺度解釋啦。我要解釋嘅係，如果意外中有人受傷，以下幾種情況，保險公司係唔會受理㗎。第一就係司機酒精濃度超出咗上限；第二受咗藥物嘅影響；第三拒絕接受酒精或者藥物嘅測試；同埋第四就係其他違法嘅行為，包括無牌駕駛、非法賽車等等。大家千祈唔好急於承認意外係自己嘅錯。好多人以為有錯就要認咗先，但係其實你自己本身係未有資格斷定交通意外邊一個啱，邊一個錯。你嘅説話將來可能成為對你不利嘅證據，甚至成為被警方檢控嘅引子。仲有好多保險公司會因為當事人公開承認錯誤，拒絕作出賠償。如果你有買保險，就要盡快通知保險公司。即使你唔打算向保險公司索償，你都需要通知佢哋，因為大部分保險條款都有列明你必須就任何事故知會保險公司，叫做披露責任 （duty of disclosure）。及早作出通知，一旦賠償金額超過你嘅估計，都可以有保險嘅保障啊嘛。喺交通意外入面，原則上邊個錯就邊個賠錢。如果你錯，但係你又冇買保險，對方嘅保險公司會向你索償，或者入稟法院向你追討損失。如果係對方嘅錯，你首先要估價啦，睇下要幾多維修嘅費用。通常我都會建議我嘅客戶最少做2個估價，對方先知道你嘅價錢係咪合理。至於向對方追討損失嘅程序，我喺上2集講嘅債務問題已經有談及過。金額唔多嘅話，接受調解係最好嘅方法。今集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咁我哋喺每集結束之前都會留一條法律問題俾大家嘅。今集合情合法嘅問題係，今次問題係，如果揸車發生咗意外，咁你好肯定唔係你錯，你有冇權拒絕交出你個人嘅資料呢？嗱，咁如果有留意今集內容嘅朋友，應該識得點答。咁記得上 canonlawyers.com.au 或者 tvb.com.au 上面投票。記住啦，無知並唔係抗辯嘅理由，主動認識法律。唔該晒 Derek，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